CFSC 以創新嘅思維應對多元化嘅社會需求。對我哋嚟講，人才發展唔單止係累積知識，而係從學習到實踐嘅全過程，令同事能夠學以致用，令服務使用者受惠。入邊咧嘅組成咧，其實就係學嘅題材啦。咁有社工，即係睇數啦，諗啲好 creative 嘅嘢對你嚟講其實好難嘅。要跳出自己認識嘅框框去學一啲新嘢，去諗一啲 creative 嘅嘢咧，會衝擊到你嘅工作。CFSC 喺2023年成立學習及人才發展團隊，推動管理層同專業人員喺管理上面嘅知識同埋實踐，應對當下同埋未來喺人才管理上面嘅挑戰。我哋將繼續以學習推動創新，以人才引領未來，以家為先，繼續服務社會。